大家好，我係孟青老師。你今晡日呢，我來做潤湯。佢係兩個嘅潤湯。你今晡日要用到一個瑜伽墊。要買瑜伽墊，係冇瑜伽墊，泡棉咩做得？唔好啲天下做，因為天下挺硬嚟，好冇？你哋下隻腳先順起來，填通一下你嘅腳趾頭，嗱睇腳邊呵。腳趾行係向木凳哦，兩隻腳開始填堂，整兩隻腳向下，靠啊，向天下靠。好了，你下，你老手向凳背木凳，這樣變下來。唔看咯，我腳盤輕輕嚴向下，腳趾頭輕輕嚴向下哦。如果唔個出力，唔做唔得變用，我出力咯。放起來，下來，個禮拜放起來，個下來，睇住個做到當好，個來哦，平平。你天天嚟做，慢慢嚟來，因為啲天下嘅動作會較難啲位哦，較快做啲位。個來，好，變下來。你睇我嘅手將啲腳趾頭嚟到太腳邊嘅時節啦，腳行喺腳咧咯，平響起來，看木凳。下來嘅時節啦，腳盤傾下去，都是向後背，腳行喺度出啲咯，平響，腳盤翹起來哦。頭起嘅時節啦，都是向後背，腳盤傾下去。放起來，個下去，個放起來，腳當快出嚟咧吧，唔再拿隻愛墊板呢，做得唔怕。唔看你嘅身體，然後我腳向嘅方向，錯冇？墊起來時隻翹起來，寒背嘅時隻腳鬆出去。不來啊！天天嚟做，腳全部係出啲咯，唔看我腳全部嚴強下，冇分開哦。分開較好做，唔係分開嘅話，腳咩愛強讓我出力，咩冇相干啦。你做兩擺，腳分開嘅好嘛？腳係做一樣，咩強讓，頂起來。我嘅腳趾要向咧。木凳，咁樣表示你嘅腳要出力啦，唔好被彎彎哦，放起來，個下去，個放起來，就咁樣咩做得？冇一天都嚴要較快做的喂，過來，最尾一邊，下去，坐定起來，腳趾行起向。木凳，你下真做手命令嘅真腳嘅腳趾頭，手柄到四不後背，彎片，真手命做腳嘅腳趾頭，無命腳趾頭嘅手全部向天下下，我嘅腳趾頭全部向木凳哦，唔可能冇用哦，腳行喺啲家出嚟，嚟過來。嗰一邊，當好，頭起，keep 起，頭起，keep 起，你下啲下邊停一下，用個手咯，肩頭打開來的喂，手攞個腳趾頭傾喺來入來的喂，腳趾頭做唔得背來啫喎，手出啲咯，係彎片，腳趾頭來一下。彎片，後背個技術輕起把落身體墊上來，輕起落身體墊上來，睇自己做得當好哦，啲入邊小可停一下，個彎片停一下，個彎片，咁樣啲下，睇自己全部會做了，你要看難的位哦。
左手迄名真脚的脚趾梅，你记手啊，用伫师傅后背送一下，老向蹬起来，弯片蹬起来，身体要来高起来，名迄度脚趾头无，迄名毋多，名脚臂要无相干哦，脚木足要做得，脚趾头要做得，过来，停一下。弯，go弯，go弯，过来哟。最每一边，弯片。你下转来以后，脚行喺啲啲邊，唔要再岩向下，唔要再變個樣。正手變到天嚟下。送出去，左手變到四個順頭，變再送過去，慢到真便宜啊！腳趾要行喺對木凳哦，冇樣樣哦，哦，來咗來，彎片，來咗來，彎片。送出去時候啊，啲嘅四個順頭就好，唔好送到後背去啊，唔好送到頭前去哦。來咗來，彎片，睇住個做到當好哦，扣一下你嘅身體嘅亮色啊，亮片，過來。而家要扣咗哦，唔做得啦，我嘅正手彎下來嘛，迄做得就彎下來。頭先安尼就做過嚟吼，迄彎唔下來就咩冇相干，彎片，手彎下來哦。我會感覺就一片較簡單，一片較困難，全部冇相干吼。也即係你嘅身體啊，低之後咧，捱咩扣咯，一片係當簡單咯。你阿片啊較困難啲誒，師傅唔好放棄咯，師傅坐到天嚟下哦，停啲阿邊，師傅坐下去，唔好留左邊嘅師傅徛起來哦，左邊嘅師傅坐下去，彎片，唔較困難啲阿片，做得停一下，哦，扣到較多，較輕鬆嘛。冇堅持人係強壯啦，唔較困難嘅片再停一下，來上來，而家啲呢位嚟創冇，小過去，名唔多天嚟捱啲，過來咯，天天咧，送出去，小玩，來咯，上來，過來，小玩。上來，彎片，小彎，上來，讓下來，你下兩隻腳硬向下，我手啲咧兩四個順頭哦，向頭前，向後背，做得送出去一點嘅，個起個轉來，個送到頭前去，個到後背去，送出去，轉來。嗰度頭前，後背，冇一天我瞄到唔腳頭前嘅天嚟下啦，冇一天，唔做得瞄到哪，只瞄到哪冇相干咯。頭前，後背，平響，什麼？停啲啲位置下，上來到咗啦，停啲啲位置下，向後背，停啲啲位置下。有看到我腳趾冇行起向田木凳上冇，來到咗來嘅時節，行起向咯，唔做得變下來掉嘅，個嘴，個轉來，個嘴起，個轉來，個來哦，上嘴起，停到呢邊。
腳彎起來，送出去，腳彎入來，送出去，腳彎入來，肚臍要用力咯，送出去，個彎入來，個送出去，嘿，當好，腳要用力咯，肚臍用力咯，嘿，行個較小面的喂，過來哦，最尾一邊送出去，呢啲啊頭前。命的腳嘅頭前，你睇啲入邊咩冇想講啲入邊，慢慢咧塞到鏡片來，起步行咧坐下去哦，起步唔是唔好來去咯喲，彎片，所以你唔是跌動到彎片，命唔到什麼，個彎片咯，命咧聽嚟下，起步行咧坐到聽嚟下。慢慢地轉來動哦，慢慢地來轉來，手上去，慢慢地變下來，過來上去，慢慢地變下來，你看我腳全部冇變強鬆哦，全部啲個出嚟咯，個上來，個下來，個上來，最尾邊，個下來。唔看咯，我頭先啲腳全部冇停痛，錯冇，所以呢啲腳趾啊，愛對連活動，全部做唔得變鬆鬆。出力啦，腳出力，唔到時就會出力了。睇住佢會全部做得當好，歇困一下。聽你夢清來做運動哦，呢禮拜嘅運動啊，就種瑜伽墊子做得嚟，唔咩做得種較盤嘅泡麵，唔過唔好啲天嚟下，因為天嚟下挺硬，對你嘅身體冇乜嘅好哦。唔係坐起來啊，感覺我寒背，唔知哪日咧瑜伽磚也係愛點辦嘅，也係浴巾雜啊，變到死個下背，用嘅胸啊就會挺起來。腳就會較好出力，你下，你開始哦，先捅一下你嘅腳，先捅一下，靠啊打，先變起捅起來，你下做嘅係下背嘅腳，留肚臍，降起來去做降下背嘅腳，其實啦，規身全部會停定做，好，大家可能只停定做唔知啲咯，好，你下留腳啊，打開來。唔張開始嘅時節啦，再打開來，送出去。你嘅腳係打唔開來，只做嚟用手送出去。打開來，個送出去。打開來，腳掌嚴強下，腳趾頭分開來，錯嘛？係，有瑜伽墊較實啊，較快做，唔怕，唔咩再強嘅拉起來，送出去。送出去腳要出啲毛，愛出啲咯，送出去。個拉出來，個送出去，拉入來。變隻菱形，錯嘛？個送出去，腳順切，腳趾行起向活動，咗嚟哦，打開來，順切，嘿，打開來，順切，嘿，打開來，順切係做的，唔知用手咯，打開來，順切，打開來，個順切，打開來，個順切，你啊係一個方向，你行去做另外一個方向哦。另外一個方向係乜嘢？唔講你下係腳掌嚴強下腳趾打開來，腳掌嚴強下腳趾頭打開來，錯冇？你下一定要彎嚟哦，你下腳掌要分開來，腳趾頭嚴強下，較難哦。你嘅手做得向後背啦，向頭前，腳趾行係向活動，過來哦，腳趾頭嚴強下，向頭前順起來，腳趾頭嚴強下。向頭前順起來，腳趾頭嚴強下，向頭前順起來。你係感覺啲瑜伽墊當背啊，唔當攝當快做啊，唔俾做係腳啲天嚟下，咁個師傅啦，我坐到瑜伽墊底背，過來哦，係，唔可能你痛到係兩邊哦，軟痛到係兩邊哦，個繼續哦，來，係，順起來，過來。個繼續過來，個順起來，嘿，過來哦！你哋下兩個動作嚴強下咯，你哋下邊是
腳趾頭岩向下，送出去，拉出來，腳趾頭岩向下，送出去，過來哦，係，過來，強調我腳趾啲個發人橋嘅樣嘅啦，腳趾頭用岩向下嘅時節咯，唔係太腳邊啊，會蕩漾捱啲，捱咩蕩漾？感覺行體潤通好，唔會感覺蕩爽，係。完片了，你下腳趾頭岩向下，腳踭岩向下，腳趾頭岩向下，腳踭岩向下，過來腳趾頭岩向下，腳踭岩向下，過來哦，嘿，腳趾頭岩向下，腳踭岩向下，送出去，嘿，當好哦，送出去，唔係太腳被真緊，將會爆炸落嘅，唔怕哦，繼續哦，捱咩嘿，明天哦。加油！個存兩邊咯，係最尾一邊停啲啦咪，個頭下你嘅腳嚇，真係係樣咯，有冇啱啲啊？捱咩嘿？好了，你下樓腳趾頭分開來，腳仲岩向下錯冇？你下樓左腳啊，哇都真便宜。兩隻腳行喺岩向下，你下樓左腳打開來，要轉到度頭先嘅位嘅，正腳過來，正腳打開來，嘿，左腳岩向下，左腳打開來，正腳向前左腳，個打開來，你係頭先嘅哦，個係前正腳，打開來，個係前左腳，打開來，左腳係前正腳，打開來。正腳去前左腳，嘿，當好哦！睇住佢全部做到當好呢，當厲害哦！你有冇頭先嘅按樣錯冇？過來哦，過來，睇睇下邊，最尾一邊，左腳去前正腳，然後左腳送出去，慢呢，行起慢呢，錯冇？翹到進來。打開來，正腳去前左腳，送出去喲，腳行去慢呢哦，來入來，打開來，往正左腳前正腳，送出去，當波介腳送出去，來入來，打開來，往正腳，送出去，來入來，將打開來，嘿。睇自己做到當好，慢慢地來送出去，唔要送到啲阿 V 毛係當好哦，來入來，打開來，嗰一邊咯，打開送出去，嘿，我可能等住認真上課冇啊，嘿，打開來，你下，我老腳分開開嘅喂，向上，你下，攞左腳去前正腳。啱個潛到哦，你阿爸喺潛到哦，我老師傅坐卡下去嘅喂，你下左腳打開來，我腳啊差唔多90度，正腳入來潛天嚟下，唔好潛左腳，坐卡下來嘅喂，嘿來左腳正腳打開來，左腳去潛天嚟下，身體坐卡爭嘅喂哦，左腳打開來，正腳去潛天嚟下，嘿正腳打開來。當好，左腳前天嚟下，左腳打開來，正腳前天嚟下，正腳打開來，最尾一邊咯，左腳前天嚟下嘅時節啦，唔係手拍向下，十指交握，邊度唔係後拿後背呀，càng緊後背呀，你睇用邊練錯冇？你睇左腳係去前天嚟下，你睇左手啊去前左腳，前得到冇？潛到，嘿，唔會感覺，等下哦，唔會感覺你邊當痛，你邊有當痛捱啲，停啲你邊一下，上來，轉到肩手上去，腳全部冇停痛哦，滑咗轉來，滑到左，彎到左邊去，停一下，你手冇下來，你手打卡開嘅喂，下去一下。哎呦，有冇眼痛？好上來，挖到真便宜，做四邊都好咯，挖到上來，下來喲，
做第三遍以後，這種簡單的吼，上來，畫到個剪片去，最尾一邊草毛，換個照片來，嘿，慢慢的放起來，遞到剪片去，再慢慢的轉來，好，你手柄下來，你下左腳啊轉來咯。往尖腳去潛天來下，嘿，強壯嘅動作，手啊，放啲後背嘅頭拿檔，哦，頸肩咩做得？一下尖手愛潛尖腳，彎到尖片去，潛得到冇？閒係潛唔到啊，唔過那邊全部潛唔到啦，好，拉起來，彎到左片去。我多咗來小冇人睇啲傾頭腦，來個彎多咗剪片去，填一下哦。唔講我兩個腳狀啊，全部喺啲天嚟下，拉起來，彎多咗片去。誒，我多咗來，彎多剪片去，第三擺了。要較簡單一點嘅冇，較鬆一點嘅錯冇。我拉起來，哇，都做片最尾一邊咯。你多進來，彎過去剪片，慢慢地放起來，將啲都做片去。手柄下來，尖腳多轉來，你下尖腳啲兩邊，腳掌嚴強下，結陣全部做得唔按拳兩邊當黑，上卡出去掉嘅，柄到兩邊，扣定嘅腳趾，哦腳掌，腳掌咩做得，腳盤咩做得，你下來哦，啲兩邊，響。掟起來小切，填啲啲邊，調起哦。吸氣嘅時候啊，向掟起來翹較高啲位，腳要出嚟咯，手咩要出嚟，兩骨又咩要出嚟。做啲嘅時間行喺笑啊，草毛嗬，係變下來，嗰一擺哦，較高啲位。笑，嘿，當好哦，你下手柄下來，腳伸起來，天堂啊！哦，頭先做當多，睇住下全部做得當好呢，或者來再好哦，又運動啊，咁又健康嘅身體哦。你今日就上到呢邊哦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